我係嚟自香港嘅葉子琪。我想參加呢個演講比賽係因為我想增強自己嘅自信，喺舞台上面自由發揮。我準備嘅時候對自己更加有自信，同埋我而家係識得喺舞台上面大方啲，唔使咁細膽。我一開始上去覺得好緊張，但係講下就越嚟越有自信，咁就最後尾都好唔錯。我覺得好開心，同埋我覺得要多謝我阿爸同我阿媽，仲要喺學校訓練我演講嘅 Miss Wincy， 因為佢哋都陪我經歷呢一個成長嘅階段。我期待可以參加多啲演講比賽，發揮多少少自己嘅潛能，發現自己有咩做得好，有咩可以改善。